今晚震撼全日本的一个消息是，效力美国大联盟的铃木一朗，在今晚东京巨蛋的比赛后，要正式从球场隐退。他把职业生涯最终战献给了日本球迷。铃木一朗在海外赛第2战8局，红着眼眶退场，19年大联盟生涯正式画下句点。日本棒球之神朗神铃木一朗返乡战，超过4万球迷呐喊声震爆东京巨蛋。但就在美国大联盟水手队和家队海外战的第2战前，日媒以快讯抛出了铃木一朗决定退休的震撼弹。NHK 主播大联盟水手队球员铃木一朗，球团相关人士受访时透露，一朗已经向球团表示将从第一线隐退。一朗有感于到海外开幕战前，身体始终调整不到最好状态，才向球团表示，结束2天海外战，回到美国后，他决定卸下球员身份，高挂战袍。日本民众太惊讶了，我明天工作时一定会有浓浓的一朗隐退失落感，真的辛苦了。原本希望他一直努力到50岁。铃木一朗2001年从日职转战美国大联盟，立下不少丰功伟业。2016年成为大联盟史上第30位敲出3000安的球员，势必将成为棒球名人堂一员。水手队球团特助铃木一朗2001 18.05，当这一天来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我退休的时候吧。我是有这么想过。去年5月，铃木一朗转任水手队球团特别助理，就算职业生涯进入倒数，守备身手却依旧矫健，还在东京巨蛋露一手招牌雷射肩。对日本球迷，甚至大联盟日籍球员而言，朗神这个词绝对当之无愧。ESPN 记者 Marley Rivera 向大谷翔平是2刀流，攻守兼具，同时也是左打。他受访时都说从一朗身上获得许多，而达比修更说他是神。朗神职棒生涯最终战就这么刚好献给了日本球迷，而铃木一朗这4个字也将永远刻在棒球迷的心中。